西藏自1949年开始受到中国武力的迫害，1959年3月7日发生恐怖的行动，目前有15万的西藏人伫咧海外流浪。后礼拜三，西藏恐怖满62周年，今日下晡有一群伫咧台湾的西藏人，甲台湾的公民团体伫咧台北办游行，要甲西藏斗相天。 规落来磕头，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士，用西藏特殊的磕长头礼佛方式，感谢伫310恐怖前后不断继续抵抗中国暴政的西藏人民。另外，伊嘛参台湾公民团体用行动剧重现1951年西藏政府伫中国武力威胁下签订的17条协议的情景。枪子，赶快起！ 这个鞋子都是不对啊！今年是西藏恐怖的62周年，点伫台湾的西藏人和台湾民间几两个公民团体已经相连续18天，伫台北做伙举办大游行。这摆除了立委、政党代表，受到真侪西藏人尊敬，以及达赖喇嘛伊动的纪念灯活佛嘛倾心参加。 虽然侵占和压迫我们这是中国，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华人社会里面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藏，支持西藏，而这样的支持对西藏人，特别是对境内西藏人民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鼓舞。代表民进党参与活动的副秘书长林辉环表示。 台湾是有能力协助这寡民主受到迫害国家，互因伫台湾人权受到保障。台湾是一个有能力去协助周边这些受到迫害的民族或这些朋友，提供他们所需跟他们需要的帮助，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，大家齐心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更多西藏的朋友，或是甚至香港的朋友、维吾尔族的朋友，大家都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个获得这个照顾的机会。 不过，政府是毋是有法度提供实际保障，亲像难民法的修正？立委范云是讲，目前也需要更较侪讨论。那我想，关于难民的问题，我们还要继续再努力，因为台湾目前还不是一个法令上被认可的国家。那怎么样做难民法，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讨论。西藏自1949年开始受到中国的武力迫害。 1951年签订有真大争议的17条协定。1959年3月7日发生恐怖行动以后，目前有15万的西藏人流亡海外。今仔日的游行，网络嘛专程直播，希望全世界拢会当知影西藏目前的状况。记者杨淑晴、曾慧文台北报道。